網上嘅圖紙集管理器已經加強咗，可以更好嘅支援團隊喺實際生產環境下組織圖紙同建立圖紙集嘅方式。呢啲改進係為咗簡化日常工作流程，減少手動步驟，令管理圖紙集變得更加直觀同可靠。透過全面採用連接支援檔案，團隊可以確保所有相關資源，例如範本、標題欄同其他依賴，都可以喺唔同項目之間正確連結同隨時存取。咁樣可以減低遺漏檔案嘅風險，亦有助由頭到尾保持一致性。另外，範本同核心工作流程嘅更新，無論你係開始新項目定係喺現有項目上繼續，都可以更快啲建立、修改同整理圖紙。可靠性提升，亦即係話用瀏覽器工作時會少啲中斷，更加有信心。總括嚟講，呢啲改進令網上嘅圖紙集管理器成為日常生產工作中更強大同實用嘅工具。